讲到这下性别者若准备换身份证顶头性别照片有的规定，就爱互精神科医生鉴定，也爱做换性别的手术。不过有一名下性别者要求唔免做手术就换证件，互户政机关拒绝了后，伊提起行政诉讼，在今仔日是判民众胜诉。就是可以很正大的、光明的，就是感觉都可以告知全世界，就是我就是男生这样子，不用再去因为身份证上面的性别，然后感觉需要去遮遮掩掩什么东西。接到好消息，欢头喜面，年末是跨性别人士，因为身体因素无做性别定做手术，申请身份证性别为女性改做男性，去户政机构拒绝，提起行政诉讼了后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30判决胜诉，是全台湾头一件跨性别男性免手术换证胜诉的案件。法院直接命户政单位必须要为这个当事人变更性别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。希望能够引领着后面更多的胜诉判决，但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这个函释能够尽快的把它变更。这届协判胜诉关键理由，合议庭认为要求跨性别者在性别变更前爱做手术违反比例原则，严重侵害身体权、健康权、人格权加人性的尊严，在无妨害社会秩序的前提，人民有自主决定性别的权利，国家嘛应该尊重。判例明嘛叫中央卖国家强制手术做跨性别者性别变更的要件，嘛呼吁户政机关卖国上诉。等看到判决书的内容之后，再决定我们下一步要怎么进行。原则上，如果内政部还没有通函规定下来，我们还是要照97年，就是刚刚我说的2位精神科鉴定，还有手术摘除性器官的这个诊断证明书。看内政部函释跨性别者变更性别，爱有2个精神科医师开诊断证明。最后一步都是手术，甲男性生育器官还是女性生育器官甲年房摕掉。只不过几年前已经有一件胜诉案件，跨性别者免手术，身份证为男性变做女性。这届搁再有人提告得到胜诉，户政机关回应尊重结果，会收到判决书了后研究是毋是上诉。不过伫制度还未改变进前，受理这种案件也是要依照原来规定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